议员吕维英依咱市处嘅调起，对2016年到2021年5档内台南市嘅厝价成长达到18.85%，而且空屋率竟然高达13.8%，是6都内底上悬。厝价不断的提高，但咱市少年人的薪水却无明显的成长，所以造成真侪少年人买袂起厝来住。议员希望市府会用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具体的改善，并呼吁市府针对社会主体兴建会用赶紧，先对租金补贴、包租代管方面来加强落实，帮助少年人会用伫台南来住得起。咱台南市的空屋高达7.8万户，而空屋率13.8%，是6都内底、全国内底上界悬的啊！啊，这代表啥？这代表的是咱的房屋是来集中伫某一部分少数人的手中，所以代表的就是咱的高房价其实相对的，是因为可能背后有某一种差错的原因所来造成的。但是咱看到咱的房价一直在起2成、起3成，甚至蛋黄区也有起到5成的嘛哦。但是咱倒转来看，咱台南市的这劳工阶层也是少年家朋友，伊的薪水敢有增加？咱台南市的这少年家朋友，伊伫这个可得所得、这个所得中位数内底，其实是6都内底上界低。其实有出在部分，包括着咱要来改善这房价。当然，伊某一个程度，伊虽然是差错，嘛是伊的市场的机制。咱要来这个平抑这个房价，互外地的投资客，也是讲这些炒房客能够不要来荼毒我们台南市的房价。空屋率的部分可能包含一部分是台南有一寡租厝故厝的部分无人住所以这部分可能台南市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形针对这个居住的这个比较弱势者居住问题黄市长上任之后，实际上一直都交代都发局要去努力达成所以就开始来推动相关的这个社会住宅这个新建然后市长去年讲说2000户，实际上我们经过这几年陆陆续续不断的盘点，所以现在我们盘点的结果大概原则上大概比较比较确定的话，大概有2900户，大概已经盘点出来。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明年大概有将近2000多户，大概都可以来动工。另外，用爱打理嘛，针对社会主体以及包租代管的相关问题，向市府来讨论。议员希望中央会用针对租金的补贴额度，加包租代管的分配额度来放宽。因为台南市目前欠债的租厝至少14.71%，表示真侪市民伫个台南还是无家己的厝通好住。同时，议员嘛呼吁中央会用将社会主体的政策宣传做得更加落实，互更侪人知影相关的讯息甲资讯，以落实居住正义。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可以看到，包租代管是数字嘛，实际的租户嘛，这样移过来。